市定民俗土城乡为3年一考的南台湾宗教圣书，也是咱因5大乡考之一。圣母庙主委王正英表示，过去5大主会拢是以土城在野角头以跋杯来决定，而这考经过马祖指示，将开放予外界信徒参与。不但是63年以来的首例，也兴逢台南400，因此庙方今年特别提早开始规划相关活动。顶个的6日门马，后落加来指示，阮5大主会啊，要向外开放予善信大德，也来做伙办这个5大主会。无较早是拢阮土城11角头咧办尔。因为阮6日门马的性质、神迹奇迹会当讲非常的济安尼。相信你若来办着5大主会的主会，逐日事业也会当较顺遂，身体也较平安安尼。阮伫8月预定阮伫8月预定来阮土城乡的文殊院会来成立，10月会来办即个主会阮安坐日，含即个美女元宵、野春舞、编春舞、唱春舞，才大家歌功宴会、炸红炮会来请阮土城3阵舞阵，就是金狮、白鹤。上港会来表演有当讲是非常的特殊庙方伫5日举办驾乘科土城乡建筑办公室启动仪式，邀请各界贵宾一同见证甲牌启用。副市长也特产表示，土城乡由圣母庙、6日门马、顺乡5府千岁建造，是非常独特乡局合的宗教活动。顶头包含宋江灯、金狮灯、白鹤灯、北家将、夜光灯等。成员将近1000人，而且拢是以地方自发来组成，非常有意义。咱土城乡有几个重大的特色啦，就是讲咱的乡考咱是乡照一体啦，咱是6日门马乡5府千岁照，咱是一体。有的所在有照无乡，所以因为安尼，所以咱的乡照一体，所以规模。特别大，这是咱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所以咱的乡绕境一定是咱6日门马出去，来啥较有王爷、千岁爷，做伙会同出巡对啦所以这是咱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另外第2个特色就是啥？咱的顶头非常丰富，咱的顶头拄拢徛遮金狮灯、上港灯。北家将这白鹤灯咱有过来像天主门星咱夜光灯等等，其实咱的顶头非常的丰富多元。驾乘科土城乡建筑办公室为即摆开始由展出台南市文资处主持的土城乡古物件数位新古展、土城乡老相片回顾展，提供予信徒甲民众参观，认识咱的传统宗教文化。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